破开去了后，到才明相走出来。所以本自无明，但随迷悟而入明。随即个迷甲悟来入即个明啊。咱若还个烦恼，咱来前人讲，你是众生啊，你是众生啊，你也有烦恼啊，看到几个啊，人甲你一一来讲，咱呢就家己会去想，咱就甲咱开较远嘞，咱就去想，等下咱无咧烦恼，烦恼已经无去啊，咱的前人才甲咱讲，你今仔日已经进入了真正的是个境地，就是进入了菩提境界，所以就是安尼啦。迷时就是烦恼啊，悟时呢，悟时就是菩提啊。所以咱今仔日透过真理来研究，研究过去，甲看未来，向前看，向前甲看，回头甲看，回头甲看，所以呢，咱若要安尼，咱就当进入了即个悟的即个境地，所以呢，随着即个迷悟的即个入明呢，迷悟拢是即一生走出来，故无二无别，无二心啊，你若有二心，就就是这物件。所以宗教是生，宗教即个上师甲讲啊，入别始终如空中求静。咱若要找即个四甲终，咱若真正要找即个迷甲悟，就咱真正伫空中伫看即个现象物件是啥？空中有啥人看？无啊，就是空的物件。如影中求人啊，你甲看影尔，要找即个人，我都无啊，终不可得啊。结果呢，拢得不到，就叫做得不到。古文所以讲啊，烦恼即是菩提，无二无别。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，处是成境界。杨乐定机就照这个相，互咱去了解，如念亲像咧讲啊，彼你智慧照破烦恼啊，这个杜大师甲咱讲啊，这个讲啊。讲你咧讲诶，咱一定要用智慧来照破这个烦恼，照破这个烦恼是见有烦恼可破。那么你的心中就已经有生这个烦恼可以破。烦恼咱就讲有这个角，通过来头，有菩提可得啊。你有了烦恼内面，你就一定来走出来，就有菩提可以得啊。如是修正，你若用安尼来修正。染净之心地染着甲清净的心，无那么你既然落伫染甲清这个心的内面，落伫这两种的影响内面，你就是安作性，是众生，也阁有生心。二心生灭门嘛，你有二心，就走去生灭，走去生灭就是轮回啊，走去成佛就是。所以染甲清，心无叫无去啊，心甲染异相，欢喜甲讨厌这个心，无几啊啥啊，无啥几去啊，是爱憎失平，这就是爱憎的这个失平，这是就真呛感。有我咧爱啥话，我咧唔爱啥话的这个物件走出来，爱甲憎的这个失平。世俗讲世俗就是啥？安尼讲了从咱无到修行的境地，爱甲憎的这个是真走出来。处有二生境界，这就是二生法，中生法的修行，中生法的修行。咱若真正做求啊等于是去靠气界尔，你无法度修迄个上生法，无法度通走转来靠理解，一定还阁对轮回。你无法度通进入了你的道案内面，你还阁是你的道案的外口，你的道案的外口，这个道理有烦恼可断有烦恼可断，菩提可成。你的心就是要烦恼可断，要菩提可成。非凡成法，非凡成法的，
这个毋是圆满的修行方法，这个毋是圆满圆足圆的这个修行方法。如大典经在咧甲你讲，将欲福真，福真意非真，意非真，真如相。哦，你若要讲，我要来恢复我的本体，哦，这个呢，毋是真正的本体。你若还有一个相要入，你毋是迄个相是真正的本体。修行心中就有物件，为众生，哦，伊无为了伊个人安乐啊，为众生而苦尔。咱今仔日呢，就是有那三机大开普渡。哦，来配你的祖师来打前锋、打前仗，哦，就是安怎样？都是为咱的姊妹，虽然姊妹真正会当得去安尼去尔，无为着伊家己。就像咱阵咧做兵啊，人要去金门马祖啊，拢上头就先两个去啊，去接收迄军器遐物件，去做打前仗。哦，来呢，搭第二组较济人，搭做伙过。然后一个上尾啊，搭交物件，迄个上尾来交物件，互即堆搬倒转来人，是安尼。咱今仔日呢，就是打前站，哦，咱今日打前站。咱毋牺牲，啥物牺牲？哦，所以呢，哦，绝对嘛叫做在牺牲，毋通还佫菩提可想，即个就是毋是圆满的修行方法。头顶经来讲啊。将欲福真，福真意非真真如相。哦，你还佫有一个问人入，毋是啊。哦，亦正是如法华经所讲的法华所谓，摇车、落车是长者门外方便所付权益。摇车甲落车呢，哦，是长者呢为伫门外的人呢方便法、说方便法的一款权益。哦，来甲恁引诱，互咱去，哦，咱真诶，求道讲安怎，地有救命，天上挂，哦，迄是一个引诱诶名，引诱名呢，你会想讲，咱真正地有会救命，要天堂真正挂无呢？你若毋做，你若真正看唔破，有心，安怎挂都挂袂了，哦，安怎挂都挂袂了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。哦，这是一个宽宥，哦，这个冥想来讲引诱，哦，宽宥自主，哦，处回体，哦，来引诱咱遐姊妹，互咱真正处这个回体，进入去实际的修行方法。所以上帝大经，实不如是。上帝位较有大经气的人，伊袂看这，伊袂看什么烦恼啦，什么菩提，伊袂去得到。只要认真去做就好啦。哦，迄个咱买是难买紧的。讲你轮椅白菜若甲看无，轮椅白菜你若甲看无，你无法度真正进入去修行的境地。哦，伊他就讲，哦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自由之声。起头啊，你着爱自修明理的明德，你才有发挥了外王的心境。你才有当去度人、救人，你度人救人，才有功德，甚至你才会当指出你过去历代同啊反正迹象，要无这样来哦，要做亲民的功夫了后，这人拢叫回转来，大家拢来达到迄个自由自善的所在。哦，伊讲你着去白菜，你若看无，你若看无，我咧写啥物物件？你绝对无通进入时阵，所以我呢真勉励啊！姊妹，会当去买本论语白菜，伊拢讲白话，讲甲足详细，讲啊足详细。从儒家的修行的生活讲啊足详细，虽是伊本身毋是去管道，伊嘛批评管道来哦。毋过咧，伊所写文章、所写文法，都是拢落在咱安怎想、安怎做人。伊讲《论语》这本册就是要安怎做人，来这个世间要好好的做人。你来这个世间若好好啊做人，你毋是圣就是人，你毋是佛就是菩萨，这个对。所以正大强调讲是儒家英文，
歌手的感觉讲，基于现在好天气吼，原上食鲜的，不原上以后即款食味之有啊。君主无本，本立是道生。大学有咱讲，得食本了，君主无本啊，本立是道生。好地啊，食基于是治本。一讲一讲，足把咱赞的好，足浅的，互咱拢逐个人了解。所以来讲，若上治大经之人，了自心，上升地位。若是真正大经之人呢，了解家己自心，道德上升地位。若做名做主去头去见弘扬大师啦，到要开会，到要拜伊做啥物工课啊？伊讲地主自心，上升地位，不离自性。地主自身上升地位，不离自性。伊的地位是自性生出来不离自性。这个弘扬大师听着讲出来，你来讲，你毋是这个家业人，你是家业人你毋是这个烦恼人，对不对？伊咧甲讲啊，廖作荣大师嘛甲讲人有人百之分，自性就无我是一个干了的心，毋过我自性业，你是啥物？我是一个烦恼无毋对毋过我自性业的